那讲到立法院去年通过宪诉法的修正，总统府伫今日正式公告1月2日来生效。不过，总统大清地嘛表明讲，这部分的内容可能影响到宪法法庭正常运作，建议也要申请宪法法庭的裁判。民进党团今嘛向司法院来递增，申请暂时处分，也阁有释宪。立法院去年底三读通过《宪法诉讼法》修正案，就算行政院抵押人行为理由提出复议，有缘予立法院否决，将期尾23透早总统府依法公告。也毋过总统批示，相关内容有妨碍宪法法庭正常运作、侵越司法权力核心范围，甲破坏政府体制分立制衡的宪政证据，爱申请宪法法庭裁判维持宪政秩序。我们一定要对于他们的宪法诉讼法予以暂时处分以及释宪。他们搞到这样的时候，变成只剩下8个，这8个当然不足10额嘛。我们不可能就发现一个基本的错误。不足而去实现的。根据修正条文评定，政府评议的大法官人数袂当超过10人，造成违宪宣告时，同意违宪宣告的大法官人数袂当超过9个人。这伫目前只有8位大法官的状况之下，民进党质疑若要修法，是要予宪法法庭伴随，决定赶伫2、5生效，向司法院提交申请暂时处分加释宪。不过国民党再次表示，宪诉法的修法绝对是无违宪的问题。你要提暂时处分，并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紧迫。我们很多的法律学者已经表达他们非常中肯的意见，就是宪诉法基本上它的修法并没有所谓违宪的问题。所以民进党害怕什么呢？你害怕什么？最坏的结果，最争议的结果，那就是由现有的8位的大法官组成的一个宪法法庭，直接就把宪诉法就开始就把它冷冻起来了，就清清楚楚看得到，大法官配合执政党做政治操作。学者强调，暂时处分的制度是大法官基于法律来创造的，不过过去并无伫法律生效前就行使的前例。大法官如果真的做了暂时处分，那这个很明显是跟立法院的当时修改宪法诉讼法的这个蓝白阵营在野党的这个的用意跟意志是违背的嘛，就会造成就是宪法法庭跟立法院之间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对立啦。那朝野的对立应该会更明显。苏主要也提醒，若大法官伫法生效进程的空棚之间裁定暂时处分，毋但会造成甲国会对立，宪法法庭超出党派定位，恐惊也一直防小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